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午早。咱当来团练，今仔日要唱的圣诗，咱先来吟第一首圣诗31首。天父疼咱世间正人，咱吟第一段就好。来第一段。天父疼咱世间正人，修事道是圣行，真求社会的名听通，天父实在是疼。天父上帝真正是疼，下大伊天里疼，下我一切有的罪过，天父上帝是疼。好，第二首，圣诗127首。上帝将伊独生圣囝，上帝将伊独生圣囝，咱来吟全首。咱先听老师帮咱弹一遍。好，来第一段。上帝将伊独生圣囝，欢喜受所世间，今仔心意为你我命，一条实在无限。第二段。有根照入最深心对，地下默默小情寒冷，是命无畏，现今已有变化。孤灯点滴，有含中间，熟悉自在渺茫，不知已经对路轻慢，步步行向灭亡。用情行远，这光几乎感觉苍茫不安，又有阵阵乱流吹来，渐渐地掉头旁。大地解脱困乏机会，给我一摆喜乐，地球梦英雄稳定，这个是主基督。好，最后一首，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咱吟一摆就好。
第一段，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阮的慈悲，天父上帝上师多好，听咱亲像囝儿，听咱亲像囝儿。好，咱吟诗到这，请将手机关机，也是关做震动。上主伫伊的圣殿，全地伫伊的面前，拢着肃静。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着用心灵甲真诚敬拜。三甲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第31首，天父听咱世间众人，请起立。
同齐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领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请坐。咱三角来启应，启应文33篇，也是诗篇139篇。我来启，大家来应。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我行路，我休困，你嘛得看。上主啊，我也袂开喙。你伫我的前后照顾我。你的财物遐尼奇妙。去倒位，我才会当道别你。我若爬上天，你伫遐；我若飞到日出这边，就若伫遐，你的手嘛会引带我。我若求黑暗甲我藏起来，对你来讲，黑暗无算是暗；对你来讲，黑暗甲光明拢共款。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我若要算，比海沙较济。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咱共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阮的上帝，阮来到你面前敬拜你、学了你。你是至尊至权，是全地主，是独独确定阮敬拜独一的真神。阮要感谢你，赐予阮极大的恩典，甲丰盛的救恩，互阮的性命充满愿望，成做真正有福气的人。感谢你怜悯阮的软弱，阮伫你面前谦卑认罪，求主光照阮，互阮知家己的过失，有悔改的心，帮助阮会晓伫你的光的内面来活。现今的世界充满邪恶、混乱、战争、瘟疫，愿知你是历史的主宰，你掌管明仔载。你是台湾的主，愿你的光照伫台湾，你的公义行伫台湾，除去一切黑暗甲不公不义，互阮伫台湾即块你所赏赐互阮美丽土地安然徛起。主啊，你嘛是阮教会头、教会主，求你圣神带领教会牧者团队，照你的旨意来成就一切美好的事工。主，你嘛是阮每一个人生命的主宰，求圣神更新阮，掌管阮的一生，
互阮一生中活出你的荣光，甲美好的生命。愿将一切荣耀、尊贵、能力，拢归乎你。愿伫你面前共心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赞美由圣歌队来带咱敬拜。
三甲来恭听上帝话。约翰福音3章14节到21节，亲像摩西伫旷野举起铜蛇，人子嘛一定着安尼受举起，互逐个信伊的人得到永远的活命。上帝连伊独一的囝，都赐予世间，要互逐个信伊的人免灭亡，反倒得到永远的活命。伊遮尔疼世间，因为上帝找伊的囝来世间，毋是要审判世间，是要通过伊来拯救世间。信囝的人未受定罪，毋信的人已经受定罪，因为伊毋信上帝独一的囝。上帝审判是安尼：光进入世间。世间人较爱黑暗，较无爱光明，因为因的行为邪恶。最歹的人拢怨恨光，毋接近光，安尼因的行为才袂露现。毋过是行真理的人接近光，是要显明伊的行为是顺坦上帝来做的。讲道今日老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光的记号。请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每一礼拜，愿通自执踮伫你的圣殿中间，愿通过读你的话，愿也做伙学习你的引带。愿你真做阮的快乐，也真做阮的帮衬。互阮踮伫每一个时刻，阮会当勇敢向前来跑走，嘛看见当阮向光来行的时阵。阮所得到的恩典，阮所带来的祝福，也超越过阮逐人的想象。将这一切仰望踮伫你的圣手，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现在大平安。前几日咱逐个人拢拄到一件真大的事，就是忽然间迄个社群软体全部宕机了无？有人有感觉到无？有足侪人无感觉，但是有足侪人有感受到。当迄个时阵，所有人拢开始咧想，即摆到底发生了什么地带？到底是一直试登录，一直试登录，无倒入去的时阵，毋知影踮伫咱的心内底安怎想？你所烦恼的到底是甚物？我想逐个人咧烦恼的是，即摆我已经真惯势用遮个物件咧甲别人沟通啊，我已经真惯势用遮个物件咧联络别人啊。嘛，因为遮个物件出来了后，抵到现主时，我可能连我身躯边的人手机号码到底是偌济，我拢毋知啊。所以当遮个物件忽然间宕机了后，逐个人开始进入一个真大的烦恼。迄个烦恼是我毋知影过来的生活会变成做怎样。我毋知影讲遮个物件若是无。搁要有一个新的物件，迄会对我的生活带来款什么款的影响？过6点钟以后，听讲是过6点钟以后，这个物件就搁走转来对吧？听讲过6点钟了后，这个工具搁重新走转来。我就讲算笑讲，即摆咱可能对国外即件代志有搁较深的了解啊。那亲像遐个物件会搁转来，性命有可能会搁转来，这敢若会当帮助咱搁较了解什么是国外的道理。毋过，当咱未到伫迄款地步进前，恐惊咱袂去思考讲，生命敢有可能搁来一摆？咱的生命敢有可能带来什么款的改变？其实福音书的作者一直咧做的事就是安尼。福音书的作者一直想要透过因所见证的。帮助每一个也未尽捌耶稣的人，会当去体会到讲，现在咱会当有一个新的改变，会当有一个新的选择，就是咱的生命会当重新搁活一摆。这是福音书的作者所想要做的。咱嘛踮伫福音书内面，无论倒一本的福音书，咱会看见耶稣，咱会看见耶稣行神迹，传讲真理，医病。赶鬼，用这方法要帮助人，互因的生命重新搁活过来。
到伫咱今仔日所读的这段圣经节，伫约翰福音第3章，咱对14节读到21节。毋过，这段圣经咱必须爱对第3章一开始来看。这是一个人共款带着疑问要来找耶稣的故事。这个人叫做尼哥底母。啊，这个人伊看到耶稣行神迹，伊也看到讲，足侪人的性命哪亲像敢若会当完全无共款。所以，伊真好奇这件事。毋过，伊有一个特别的身份是啥物？伊是法利赛人的官，伊是法利赛人，伊是犹太人的官。所以，因为伊踮伫整个的体制内面，伊是一个有权力的人。啊，伊嘛得到人的称颂啊！啊，遮个人甲耶稣咱所在徛对立面嘛，应该耶稣无跟他共平。啊，这个人伊真好奇讲。我想要来问看卖，到底人的性命会当怎样改变？但是伊个安怎？袂当互别人发现，因为我就是法利赛人，我若是边仔的人看到讲我要去找耶稣啊，我到底要安怎交代？所以伊挑故意踮伫暗时，踮伫暗时来找耶稣，想要来问讲啊，到底人生会当怎样行？你所传讲人的性命到底要表达什么？因为对这个法利赛人来讲，伊真清楚知影，我出世就犹太人，所以我照犹太人的规则出世接受割礼，啊，然后照一切的规则来献祭，啊，遵守一切犹太人的律法，我应该安尼就会当进入到伫上帝的国度啊吧。但是即马耶稣所做，敢若小可违反我所了解的一切啊！所以伊带着疑问，想要来问耶稣，到底人的性命是安怎咧行的？耶稣安怎回答伊咧？耶稣敢若回答伊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人若无定出世，就袂当看见上帝的国。这个回答恐惊带来搁较大的疑问。因为到底一个人是安怎会当讲定身阁出世呢？一个犹太人，一个法利赛人，踮伫暗时无人注意的时刻，来问耶稣这个问题：到底人的性命会当怎样得到上帝欢喜？会当怎样进入上帝的国？耶稣敢若安尼回答讲：如果咱每一个人无定出世，就无法度进入上帝的国。这个法利赛人心内底疑问搁较大，因为伊讲啊，人已经老啊，人都已经老啊，是到底怎样才会当定身搁来一摆啊？啊，敢搁有法度定身对老母怀孕搁来一摆吗？耶稣搁安怎应？耶稣阁回答讲：我实在甲恁讲，人嘛无对水甲圣神来出世，就袂当成做上帝国的子民。人必须爱顶头生，人必须爱对水、对圣神体会到新的生命，踮伫咱的内面开始，咱才有法度成做上帝国的子民。这是咱踮伫信仰内面，咱定定熟悉的教导。毋过，当光要来临的时阵，上大的困难就是每一个人已经惯势伫黑暗中间啊。每一个人惯势踮伫黑暗中间的时阵，老实讲，咱要看见光的大领是有困难的。因为我踮伫遮真好，因为我照我所熟悉、我所了解的方法，继续过我的生活就好啊嘛。我为什么要改变？我为什么需要改变我的生活形态？我为什么需要改变我的习惯呢？踮伫原本的所在，敢毋是足好的吗？然后，咱踮伫原本的所在，咱阁会认为讲啊，这应该都是上帝恩典啊！上帝恩典，互我的生活无啥物改变，互我的生活看起来真安稳。咱会认为这是上帝的带领，咱会认为这就是上帝的祝福。毋过，咱忽略一件代志，就是这个世界一直在改变。咱忽略一件事，就是
整个世界、整个环境一直咧变化，而且这个变化的速度已经超越过咱大家人的想象。这段时间，我一直咧研究世代的问题。咱过去讲几年是一代啊？咱过去会讲差不多30年算做是一代啊，因为这是照咱生囝啊一代安尼起来。啊，咱知影讲现主时，咱到底几年会讲这是一个世代？这个数字大家人拢无共款，有可能愈来愈紧嘛，所以有人讲10代，10年，啊，过来有人讲5冬，啊，甚至有可能即马3冬都是一个世代的，敢毋是？因为3冬 iPhone 都对10几出到10几啊，敢若短几冬啦尔。啊，伊一代一代咧出的时阵，迄个变化都完全无共款。咱现主时踮伫遮，有青少年，有年纪较长的兄弟姊妹，所以咱会当清楚咱活伫无共款的世代对无？因为有足侪青少年，因一出世就有 iPhone， 对无？啊，咱古早用电话是啥物时代的？每一个人会记的无共款哦。我会记哩上早的电话。我讲我的世代，我上细汉的时阵，我知影电话是迄个摕起来爱射，爱迄个射伊看啊，系啊，即马少年人绝对毋知我咧讲啥。你摕起来啊，爱饲迄个号码啊，伫遐射一个。哦啊，即马的人就歹想象，迄到底是啥物物件？啊，慢慢对遮会变做啥物？免射啊，即马用饲的。啊，然后用饲的，古早时代咱背电话号码足厉害对无？咱头壳内底背足侪人厝内底的电话，所以一出门咱拢背足侪物件。啊，现主时咱就爱考虑一下，现主时你会记你偌侪人的电话号码？大家人开始咧烦恼啊，所以会记你教会电话2344266。真紧。这个世代一直咧变化，整个世代一直咧变化啊！然后到伫今年，我看迄个数字，我有小可惊到讲，今年开始台湾超过600万人是超过60岁以上啊，600万人啊！这咧讲啥物？咱知无？简单来讲，这600万人投互啥物人，啥物人就当选啦，敢毋是？偌清点嘛，无600万票啊！对无？这600万的人投互啥物人，啥物人就当选啊！啊，所以当这个数字一直咧，而且这个数字是一直咧升悬哦。就这个人数是一直咧升悬，超过600万人已经是60岁以上。所以咱有一句话，现主是即马足歹讲啊，就是我即马年纪大，就交互少年阿爸。请咱会记即句话，即马无法度讲啊，为虾米？因为后壁无少年人啊。咱过去会当安尼讲是，我即马年纪大，未来交互恁少年的，是因为，咱过去生了足济，对无？咱逐个人，咱无共款年纪，厝内底兄弟姊妹，都数字无共款。咱会当安尼讲是建立点伫咱过去兄弟姊妹足济。所以人讲我即马年纪大会当交互少年的，啊，但是现主是当咱讲我即马年纪大要交互少年的，但是回头来看后壁剩几个？当后壁无剩几个的时阵，都会拄着一个情形，因一个人爱做的工课是咱的3倍到4倍，伊一个人需要负担的责任。已经超越过咱的想象啊！所以当咱一直要将代志交互少年的时阵，少年人会做一个选择是啥物？我袂做啊，所以我会选择躺平。我都会选择躺平。好，这是少年人，但是咱讲年纪较大，佫拄着另外一个问题是啥物？咱年纪渐渐大，平均年龄愈来愈悬。即马上界恐怖的是，咱拢毋知影对退休去跌开始，到咱互上帝接去，
到底有偌长，对无？这是现主是上界恐怖的代志，因为咱无法度决定什么时阵上帝要调咱走。但是咱真明显，如果咱65岁退休，即马平均年龄已经超过80啊，甚至到85啊，至少20冬。这个时间已经甲咱读册的时间差不多啊！哦，这个时间甚至有可能超过咱读册的时间。啊，搁较恐怖的就是，咱根据咱的数字咧统计讲，一个人对伊卧床到离开的时间有几冬？我会记你看，应该是5冬到10冬这个范围中间，若是咱的医生有搁较明确的答案会当互我，大概是5冬到10冬这个数字。啊，这个咱讲卧床族。所以，咱的社会即马上大的族群是啥物？躺平加卧床，躺平加卧床，变成做咱整个社会上大的族群，咱会感觉有严重无？无啥物差别，拢是倒咧，拢是踮伫黑暗的中间，继续咧问啊，我到底要行毋对？所以，当这个社会学家咧讨论的时阵，咱每一个人拢咧面对这个考验，就是咱必须爱将咱的眼光去看见整个世界、整个社会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敲吹上帝到底如何带领。若是安尼来看，耶稣讲的这段话，才会真做咱的帮助。伊讲，人若是无顶头生，就无法度进入到伫上帝的国度。每一个人拢需要对水甲圣神得到新的画面，咱才会当看见一个新的世界。所以，伊所咧讲的顶头生是啥物？咱知影咱家己的处境，咱也已经行到无路啊，所以我必须爱敲吹上帝的带领，带来一个新的规律，带来一个新的因素，去改变我，行出原本我掠准安尼就好。我所管是一个黑暗的环境，耶稣的出现就是咧表达这件事。耶稣用一个真具体的形象，展现踮伫众人的面头前，咧对人讲：咱的性命会当得到救赎，咱的性命会当甲过去无佫共款。所以踮伫14、11伊就讲啊，伊讲亲像摩西伫旷野举起铜蛇，人子嘛一定安尼受举起。迄是代表讲，这是就是一个真明显看会到拯救的记号，迄就是耶稣。这个真明显，咱会当得救的记号，这就是耶稣后壁迄句金句，大家人拢足熟悉，对无？16节迄句，16节即句，大家人拢足熟悉，讲上帝连伊独一的囝，都赐予世间，要互大家信伊的人袂灭亡，反倒得到永远的活命。伊将你听世间，有华语的大家也很熟，对不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咱一句真熟悉的圣经节，伊透过这句的圣经节来表达讲，耶稣来到伫这个世间，都是一个真具体的形象。透过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要邀请咱来瓦滚伊，邀请咱来军队伊，也提醒每一个已经惯势踮伫黑暗、踮伫罪恶中间久的人讲，现主时光已经来临，光要带咱行到伫新的所在。但是当光来的时阵，对每一个黑暗的人，一定会带来挑战。为什么？因为咱的目睭已经惯是黑暗了嘛。咱踮伫困眠当中，惯是黑暗，忽然间一个人甲迄个光拍开，大家人真袂惯势，所以改变是困难的。咱才知影讲，如果要照着咱家己的意志改变是困难的。
只有照着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拯救，人才有机会顶头生。伊所咧表达的就是这个。人会当顶头生，是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伫咱的生命中间，带咱一步一步向前行，嘛，互咱看见，因为这个光，咱会当有新的活命。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咱透过礼拜，咱拢咧学习这件事，互光进入咱的心，然后邀请咱勇敢起来行动。勇敢起来军队伊，当咱愈知影如何军队耶稣的时阵，咱就愈行伫一个重新搁活一摆的生命。昨暗点伫对面有一场演讲，是刺新巅峰的导演，杨守义弟兄来到伫咱中间分享。对伊的分享中间，我得到真侪的感动，因为我有去看这个纪录片2摆，伊咧讲迄个中央山脉大纵走。其实我甲青年去看，大家人看了，敢若头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摄影师到底安怎翕的？因为迄是咧记载两个咧走的人，有2个人咧走迄个中央山脉大纵走，一个人58岁，一个人30岁，因2个人约定要对中央山脉的北边开始大纵走，安尼差不多用8天外的时间完成这个任务。所以因2个人的速度是非常紧，一直咧走。阮大家人看了就感觉，这摄影师到底，敢若要翕因2个，毋知影这个摄影师到底是偌辛苦。其实咱透过导演的分享，才知影讲，咱认为这是紧，咱认为对一开始。行8天将中央山脉行了，这是紧，但是老实讲，这无紧哦。因为过去踮伫调查、踮伫训练、踮伫咧思考要安怎行的过程是3天外的时间。所以其实因是用3天外的时间咧完成一个梦想，咧完成一个因生命中间的使命。有当时咱敢若看短短啊迄部分。咱无去看真长的时间，咱的生命到底安怎咧活，安怎咧活出咱的见证。这个导演认真咧陪伴因做伙向前的时阵，伊写一句话讲：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内面，拢藏一座山。每一个人的生命内面，拢有一个山。其实咱拢一直，咱除非咱爬过咱这粒山。咱才有机会阁看见后壁迄粒山，对无？有当时咱认为讲咱爬了就好啊，但是无想到讲咱爬到遮以后，咱才看见后壁阁有一粒山。伊讲信仰就是安尼，信仰是带咱去冒险，信仰是带咱去看见咱每一个人心中的迄粒山。但是踮伫咱的教育中间，咱真少讲冒险，咱真少咧讲去行动。咱较惯势的是，照着一个稳定的方法、稳定的计划，我安尼行，我认为上帝就安尼，我已经完成上帝的任务啊。但是咱无想到讲，人的一生是不断看上帝的带领，看迄个光继续向前行。这个计划会完成，咱想看嘛是迄个58岁的人，还是30岁的人讲要走的？这个计划会完成是迄个58岁的人讲的，是迄个58岁的人，伊想要完成这个计划。因为伊的速度足紧的，所以伊敲电话给6个台湾上高走的越野跑的。6个选手拢少年的，敢若一个人答应，所以因2个人就开始用无同款世代的想法，继续向前咧跑走。咱看见什么？原来每一个世代，咱拢咧做一件事，是咱拢咧去做一个典范，来影响
后一个世代。每一个世代的人，其实咱拢是为着未来咧活。这个58岁咧走的人，邀请这个30岁，伊用伊的经验咧帮助一个30岁的人继续向前。但是踮伫这个中间会拄着冲突，会拄着侪意见袂合的时阵。但是无论安怎，因知影有足侪人咧帮助因要完成这个任务，所以会当完成。其实踮伫咱的世代就是安尼。现主时，咱年龄较大的人其实是较侪。咱年龄较大的人，咱也不断咧塑造一个典范，互后一个世代看见讲，咱会当向前来跑走，咱会当做伙走，毋是我交互你就结束啊，是咱会当做伙向前。一代搁一代，咱是为着要看见上帝踮伫台湾这块土地的美好，所以咱会当一代搁一代咧向前跑走。但是咱逐个人会嘛会问啊，我踮伫头前咧走的时阵，我搁头前有啥物人？我搁较头前，当我咧向前走的时阵，我踮伫我的头前，搁有啥人咧？答案就出现啦。上帝将伊独生的圣囝赏赐予咱，这就是即句话所带来的意义啊！上帝疼世间人，所以将伊的独生圣囝赏赐予咱。所以耶稣走伫咱的头前，邀请咱一代搁一代安尼继续向前来跑走。咱所做拢咧调换因缘。这是我对导演的分享，对两个咧走的人的分享，我所看到。其实人的性命一直咧冒险，咱所咧对抗的就是躺平加卧床。躺平加卧床，大家人拢倒了真好，但是人的一生其实一直咧冒险，一直咧冒险，帮助咱看见耶稣所做的事，看见踮伫圣经内面，耶稣伫福音书内底行神者，宣讲信息，陪伴每一个人，栽培12个门徒，咱看见伊所咧做的事，所以咱是照着安尼，也继续向前来跑走。走到伫咱人生的上尾路站，进入到伫上帝国度内面，这是人生国活一摆。对抗咱已经惯是伫黑暗的中间，已经真惯是我倒咧就好啊，享受就好啊。但是耶稣却用这句话来挑战咱讲，咱爱起来，向前跑走，直到进入上帝的国度内面。所以每一个礼拜，咱通过敬拜，通过读上帝的话语，咱拢咧观看耶稣基督的行动。做一个牧者，每一个礼拜有足侪无共款的服侍，但是这所有的服侍背后，干那一项，就是礼拜。我讲的毋是干那主日礼拜那尔，包括咱的聚会、咱的团契。咱踮伫家庭内面，其实咱拢咧学习礼拜，就是将咱的性命完全学习交互上帝，要看见上帝的带领。所以踮伫每一个时刻，其实咱拢学习敬拜上帝。当过去咧讨论整个社会议题的时阵，咱拢会认为讲，爱对政府开始改变。对政府开始改变了，有侪的企业，有侪的团体开始改变，然后因为这个物件改变，咱个人就有可能改变。毋过现主时，我所咧看咱整个社会问题是，咱必须爱对个人的觉醒开始做，也就是咱需要做好的健康管理，需要继续冒险向前，咱才有机会安怎？缩短咱到伫上路尾卧床因这个时间，甚至到上界欢喜就是咱会当安然都伫上帝的怀抱中间。这是咱需要继续向前来跑走，也继续需要努力的。
对每一个个人的觉醒开始，勇敢去冒险，咱才有可能带来整个团体，无论是企业，无论是教会，带来整个团体的改变，然后嘛推塞咱的政府做出改变。这是上帝交代予咱的使命，嘛期待咱不断看见新的画面。咱是有愿望的信徒，因为耶稣基督国外的溃烂已经踮伫咱的生命中间。所以这句话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上帝疼世间人，上帝疼世间人，赏赐伊的独生圣子，要予所有信伊的人袂离到灭亡，要得到永远的活命。耶稣已经来到。耶稣踮伫咱的头前咧行，耶稣也使用咱每一位兄弟姊妹，继续行伫咱后一代、咱身躯边的人的头前，为着要邀请咱大家看见光的大领，看见光的愿望。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光的记号。有一个光射入身体上深的所在。踮伫遐，满是黑暗，满是肃静，满是寒冷，到呾已经有变化。留伫黑暗的中间，认为是真熟悉，认为自在，却毋知，咱步步踏入深渊，步步迈向灭亡。行远光的记号，感觉苍白，感觉袂舒适，却有一阵阵的暖流，一阵阵的透放，是搁活一摆的喜乐，是脱离捆绑的机会，是生命得救的愿望，是永远不变的稳定，是光，是基督。这是咱同齐在学习的功课。活伫黑暗中的人，咱已经真惯势，咱袂去感觉光来的时阵，咱欢喜去赴。但是耶稣一直踮伫遐，耶稣邀请咱进入这个光明的中间吧，进入愿望吧，勇敢去行，勇敢去冒险。这是搁活一摆，定心向前，伊对咱的邀请。愿咱照着这个光，咱认捌耶稣基督，也看见新的愿望。请咱用这首圣诗来成做咱的回应，用这首诗歌，咱也唱出上帝疼世间人，所以咱欢喜来回应。请咱同齐来吟。上帝将伊独生圣子，欢喜受死于世间，今仔圣体为你我命，我实在无限。有光照日，最深心地，伫遐孤单满满，俗情看恁是命宝贵，轻易有变化。孤灯点伫黑暗中间，
识所爱主宰渺無，毋知彼經對路親近，步步可行遠未忘，向前行，這個記號，感覺差不不安，求父尊尊暖流水來，漸漸地流頭幫，大地解脫困縛機會，高掛一擺喜樂，地球百輕輕穩定，這個是主基督。同齊來祈禱，主，阮感謝你的恩典，因為你遮爾疼世間人，將你獨生的聖子賜予這個世間，予每一個信你的人袂至到滅亡，反倒要得到永遠的活命。主，阮踮佇你面前，承認阮家己的軟弱，承認阮家己的罪惡，因為阮已經慣勢踮佇黑暗的中間，所以阮會忽略光的來臨，阮會忽略光的引帶。總是阮感謝你，當阮每一擺看見、聽見耶穌所講的事，阮知你已經邀請阮來軍隊光，邀請阮勇敢向前，互阮毋但得到幫贊，得到祝福，阮也會當成做阮身軀邊的兄弟姊妹，成做阮後一代的幫贊甲祝福。願你使用阮，互阮同齊來起造一個更較好的所在。願你祝福阮大家，同齊祈禱靠耶穌的名，阿們。請咱同齊用奉獻來回應上帝的聽。
请坐。咱来看几项教会消息，甲咱同齐做伙来分享。咱即礼拜圣经学堂点进入到伫使徒行传28章，使徒行传就敢若28章，所以咱搁2摆就结束啊吼。搁2摆咱就完成使徒行传，后一本咱会读士师记，所以嘛，请咱会当点伫线顶，咱会当做伙来读上帝的话语。好嘛，透过这个机会，大家分享咱即马教会迄个文物修复的报告吼。咱旧年度有政府的补助款，所以已经完成一部分。今年度因为无政府的补助款，所以其实遮的修复工作拢需要借着募款来进行。今年咱主要要做的是大礼拜堂这本圣经，咱有发现圣经足久无伫遮无？大礼拜堂这本圣经以及咱大礼拜堂的资料要做一个修复，所以这需要咱兄弟姊妹共同来募款支持。嘛。通过咱点伫继续向前的过程中间，咱嘛感觉讲有一个提醒真好，咱咧修理建筑物拢有同工的礼拜对无？所以修文物嘛爱有同工的礼拜，所以当咱的资料咧修复的时阵，嘛邀请所有的修复师做伙用同工的礼拜来正做献祭，因为咱是尊重。上帝踮伫咱的教会，从过去到现在所做遮的事，所以咱带着敬虔的心，嘛真正赏赐智慧遮的修复的同工中间，因为其实每一本册伊损坏的状况吼，就甲医生咧看病共款嘛。医生咧看病有当时所面对的嘛是需要上帝的智慧，知影讲安怎来处理，所以咱拢用咱的同工的礼拜来正做咱的开始。好第二就是咱即摆迄个圣经的部分啊，因为放伫遮真了足久啊，所以有通旧，迄个皮嘛已经咧落，所以咱需要进行这个修复。大家就问我讲安尼到底要偌济？迄本圣经足够诶，干那迄本圣经就要20万，干那迄本圣经就大概需要20万，因为迄是需要人迄个人工一直踮伫遐咧一页咧处理，咱就知影圣经一本偌高，圣经一本有偌高，所以。需要大家人做伙奉献来支持尤其教会其实阁有真侪历史的资料对过去到现在120年以来，其实咱的气力咧保存，所以咱嘛感谢过去咱的历史小组，其实因做了真好的保存。现主是因为有咱的修复团队，所以咱会当一步一步慢慢来做修复的工作，所以嘛邀请咱踮伫祈祷中间共同来关心。好，过来咱今仔日咱第2堂礼拜后要召开中职会，所以嘛请咱的同工来参与。好，过来第2项就是咱今仔日对今仔日正式开始啦，因为顶个月迄是咧试验，就是咱第1堂礼拜后，咱边仔遮拢有咖啡，咱的同工会有准备咖啡会当互咱啉。然后就是关怀部有一个真好的邀请，就是讲礼拜煞以后毋免2个牧师拢出去。一个牧师会当留踮伫教会中间，为着有需要兄弟姊妹来祈祷，所以咱就讲这叫做咖啡祷告时光。未轮到你的时阵，踮伫边仔啉咖啡。当就一个等下张干牧师转来，也是我也踮伫遮的时阵，就会当为着有需要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原则上这个时间就进行到伫差不多35分左右，因为我要准备第2堂的礼拜吼，所以嘛，请咱会当。真正有需要祈祷的兄弟姊妹，咱会当共同来关心甲祈祷。好，过来教会要出版120周年的特刊，但是到今为止，敢若收到39个会友家庭的合照，所以若是未交合照的，请咱会当踮伫3月底进前来交伫迄个永贤干事这边，好无？若是未有合照的好。过来后一项嘛，一个集体关怀的消息，迄个高崇光弟兄，就是介志兄甲伟哲的爸爸踮伫3月初4民主稳调，咱会踮伫即礼拜拜4 3月14 9点伫迄个殡仪馆来举行纪念礼拜，甲个别礼拜，嘛请咱踮伫祈祷中间，咱共同来纪念。好阁一来介绍咱今仔日阁有一童军的伙伴踮伫咱中间吼，是不是请今天童军的伙伴能够站起来，让大家欢迎你们？
请坐吼。哦啊，咱顶摆有办一摆迄个 SDGs 的行动营啊，童军团感觉这是一个真好的活动。知影 SDGs 是啥物无 ？SDGs 这是叫做联合国永续发展指标啊，都是意思都是讲，全世界的国家感觉讲，现主是世界上大的问题，就是咱无法度永续发展啊，所以这样的指标总共即卖有17个，17个，我全部背我嘛背袂起来，包括消除贫穷，然后水资源，然后还有什么社区营造、社区发展，好啊，所以有真济联合国期待，其实这是大家国家、大家社会拢爱做伙来努力的代志啊，尤其即马是学校拢咧讲这，包括大学啊、高中，其实拢会讲这个 SDGs 的指标啊。咱教会办这个活动，会甲童军总会合作，毋是甲童军总会，即马长老教会嘛有童军哦，因所挂的迄个是长老教会童军的领巾哦，所以这是长老教会的童军事工啊。因为过去咧讲 SDGs 有当时拢是课程一直咧上课，但是踮伫教会内面，咱会带遮的青少年有实际的行动去观察咱的社区啊，嘛包括讲今仔日来参与咱的礼拜，参与这个礼拜嘛，甲永续发展指标有关系，为虾米？大家讲袂出来。因为永续发展指标，因为这个礼拜形式已经延续唔知影偌久的时间啊，对无？咱的礼拜形式，咱的敬拜上帝，这是对全世界拢用这个方法咧敬拜上帝，所以这是一个文化资产。咧观察这个文化延续，包括咱讲台语，保存母语嘛，是一个永续发展的过程。所以伊嘛做礼拜，啊伊嘛。会去观察咱教会侪所在，啊嘛参与踮伫服务的行动。啊，童军团感觉讲，教会是一个真好的所在来帮咱遮的青少年，所以真欢喜。因今仔日有足侪人参与踮伫咱中间，啊，咱嘛会当甲遮的青少年互动，嘛看见这需要哦，这是领巾吼，这都是长老教会童军的领巾呐，这是长老教会童军吼。我会挂看卖吗？我会挂看卖吗？多安尼，这就长老教会即马教社委员会咧6个事工啊，所以嘛真欢喜，咱会当有遮个资源，啊嘛透过咱的讲师，咱教会拢有讲师会当讲遮 SDGs 的课程，所以感谢主的恩典，互咱会当甲因做伙互动。好，袂记你介绍，今仔有。乔仪来真做咱的指挥吼。好，我就做以上的报告，咱等下礼拜三会当继续活动。咱来读本周的金句，约翰福音3章16节，咱同齐来读2遍，请。上帝怜伊独一的囝。就赐予世间，要互大家信伊的人免灭亡，反倒得到永远的活命。伊这样疼世间。约翰福音3章16节，咱搁一遍。上帝怜伊独一的囝，就赐予世间，要互大家信伊的人。免灭亡，反倒得到永远的活命。伊这样疼世间。约翰福音3章16节。好，咱做伙来吟祝福齐天诗，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请起立。天命稳定慈悲，
请咱亲像今日，星星看恁感动，徛起咱心内。三更上帝甲咱相同，只是到万世代，只是到万世代。做伙领受上帝祝福，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正大家三地地对答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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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